主后2022年10月初9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目血满满的奋战。圣经启示录19章，咱来对11节读到21节。后来，我看见天开，看到一只白马，徛伫马顶的叫做忠信甲真实，依照公义审判甲作战。伊的目睭亲像火焰，头壳有戴真侪王冠，身躯有写一个名，这名伊家己以外无人捌。伊穿捌着灰的长袍，伊的名叫做上帝的道。天君穿幼麻布的长袍，马搁穿去，骑白马缀伊。对伊的喙吐出一支利剑，要来用来拍败列国。伊要用铁管治理因，伊嘛要打全能的上帝的手窟，互迄个大受气发出。伫伊的长袍甲大腿有写一个名：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我又搁看见一个天使徛伫日头顶，大声对遐个伫空中在飞朗总的飞鸟话：来，自即来赴上帝大筵席，来食这君王的肉、将军的肉、甲勇士的肉，这马甲骑马的人的肉，嘛食朗总自由的人甲奴隶的肉，卑贱甲尊贵的人的肉。我又搁看见迄只兽。地上的君王甲因的军队自即要甲迄位骑白马以及伊的军队交战。迄只兽受掠，迄个假先知就是前捌伫兽的面前行奇迹的，嘛甲兽做伙受掠。这个假先知捌用奇迹迷惑遐个有兽的记号甲捌拜兽的像的人，迄只兽甲迄个假先知两个拢互人活活迄落柔风跌倒的火湖，所剩的军队拢互迄位骑马的喙吐出的剑杀害，所有的鸟拢来食因的肉，食到饱。以上，目血满满的奋战。伫这身骑白马、依靠目血的基督，甲以赛亚书34章60到7节所描述即剑的上帝，用献祭式击杀异邦人的景象，截然无同。身穿满满血的衣袍形象，象征已经完成羊羔的牺牲，救赎耶稣基督，伊将得胜利。安尼的预言，对因为信仰受大迫害的基督徒群体来讲，是偌尔大的安慰。这互人就算伫拄着个人危机和痛苦，也会当带着仰望听候，因为基督是真实可靠的。19世纪有一位名叫曾清峰的淡水人，伫中国厦门接受福音，转来台湾了后，就对北部一路步行到高雄的基督教会听道理。1867年3月，曾清峰信主受洗。经过培育训练，投入传道工作。总是伊的家后无愿意群体信耶稣，某一个主日趁伊去教会，独自走转去后头厝。伊发现家后无看，四处走找，后来伫左营食价找着。登路时，厝内一位老妇人大声喝休。入口的要掠人咯！
附近反对基督教的人组织数百人，用棍槌、石头甲伊活活拍死，甚至伊的尸体互剁做几粒块，连心脏也互乌去食，了传这通伫下句扫。1868年4月24日，曾清峰诚侪台湾教会宣教历史中第一位殉教者。迄时年才入教会，离咱地点离长隆市英国领事馆简单约9公里。曾清峰踏着追找真理的脚步，领悟未知的战会代价。伊虽然知影否定真道就通保命，要勇往见证为主奋战。毋过因为虚假的谣言，互伊付出珍贵性命做代价。总是也因为即个不幸的事件，互宣教师侪心往官方反映，加快福音伫台湾宣扬的脚步。使徒保罗伫写予提摩太的批信中，沉重讲出底马贪爱现今世界，远离传道的路。底马可能挡袂牢传道的苦，或者是伫保罗互关禁的时，惊家己也会受关，就选择背离信仰。保罗用安尼做负面的教材，劝勉提摩太无论时机理想也是无理想，拢着爱传福音，就算伫困境中间，也是着爱安尼。今年是马偕来台湾宣教150周年，咱愿意继续传承使命，回应上帝呼召无？愿圣神伫无同的世代彰显家己，呼召人行上宣教的路，斗阵回应上帝。恳求圣神光照，帮助咱更较深刻认捌上帝的道，转化咱对现世的贪爱，恢复咱对主耶稣的热爱。伫现代生活的逐种征战中，互社会者的踪迹无所遁形。主耶稣为咱死，也持续为咱征战。若安尼，身为基督徒，咱愿意为着主的福音奋战无？默想，我通勇敢回应上帝伫我的生命中的计划无？伫信仰生活中，什么是我所惊真恶去面对的？我通勇敢回应上帝伫我的生命中的计划无？伫信仰生活中，什么是我所惊真恶去面对的？做伙来祈祷，为我牺牲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伫逐个世代差遣真侪乐意踏上宣教之路的宣教师，往逐个国家的城市、偏乡也是部落宣扬福音。我也是蒙福的上帝儿女，恳求圣神帮助我，伫有机会见证分享上帝救恩的时，勇敢无论的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